現場嘅朋友同埋線上嘅朋友，大家好。我代表私隱專員公署咧，係好歡迎大家咧，就係參加今日嘅講座。今日咧，我係會同大家講講 AI 新世代點樣自保咧。咁 AI 咧，其實喺過去我覺得嗰一年，其實即係發展咧，即係可以話日新月異，發展非常非常之迅速。咁或者問下現場嘅朋友，有冇邊位係試過用 AI 㗎？舉舉手，都好多，都好多。咁其實咧，喺用 AI 嗰個使用率方面咧，我留意到有一個報道咧，早一排連瑞典嘅首相咧都話佢用緊 AI。咁瑞典嘅首相用 AI，佢就話我用 AI 咧，用一個美國嘅即係人工嗰個聊天機械人啦，咁亦都用一個法國嘅聊天機械人，用 AI 做咩啊？詢問佢嘅意見咯，問佢攞意見咯，結果咧就當然引到即係大眾有啲嘩然，咁亦都有一啲資訊安全專家同埋學者咧係提出質疑，即係話你作為國家領導人係唔係應該咁用啊？咁當然使用 AI 咧當中有好多風險，咁譬如有咩風險啊？大家會諗到啦，深度偽造技術 AI 嘅深度偽造技術，即係 deepfake。咁 deepfake 其實係咩咧？其實 deepfake 咧嘅意思即係 deep learning，即係深度嘅學習，同埋 fake，咁兩個字加埋就係 deepfake。咁其實講簡單啲就係點啊？就係人工智能嘅深度學習技術，即係 deep learning 嘅技術啦。就去無中生有，即係呢個係一個 fake，係一個假嘅嘢。咁喺呢度咧，我亦都想分享幾個真實嘅詐騙個案，因為我哋睇到咧，亦都已經開始有騙徒咧係運用呢個 AI 深度偽造技術咧，係去點啊行騙。喺舊年年初咧，其實一間香港嘅跨國公司，咁佢嘅香港嘅分公司嘅員工咧，係收到一啲短信，就係自稱係英國總部嘅首席財務官咧，係發嘅短信俾佢，咁就要求啲咩啊？要求係開一啲視像會議，咁佢當然不如有詐啦，就開呢啲視像會議啦。點知視像會議入邊所謂英國總部嘅高級員工咧，全部都係 AI deepfake 係做出嚟嘅形象。咁而喺個會議入邊咧，呢個香港員工咧係被指示去有秘密任務。秘密任務係點啊？賺錢啊！我聽到現場嘅朋友都講啊，轉幾多次啊？15次啊！轉15次嘅錢入唔同嘅戶口，仲要入唔同嘅戶口，咁仲要喺嗰個呢個 Zoom meeting 入邊話俾佢聽，你千祈唔好話俾其他同事聽啊，係咪啊？咁結果呢個員工咧就真係轉咗15次錢，令到公司係損失咗2億。呢個係真人真事㗎，警方亦都而家係跟進緊成件事。咁但係呢個咧都唔係唯一嘅一個案例，仲有一個案例咧，就係舊年嘅5月份，亦都係另一間跨國嘅公司咧，係被人用一個好類似嘅手法咧，亦都係呃咗400萬港幣。咁你諗下啦，其實騙徒已經而家開始係運用呢個 AI 深度偽造技術去點啊？去呃你錢。咁甚至好多名人，我哋嘅特首連埋 Elon Musk，其實都係受害者，因為佢哋咧點樣啊？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啦？我哋嘅特首俾人用深度偽造技術係製造一啲短片，係做乜嘢啊？推銷一啲高回報嘅投資項目啊！咁大家都真係要諗諗，如果你喺網上見到一啲高回報嘅投資項目，第一係咪真係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呢？第二，我哋嘅特首
會唔會真係推銷呢啲項目咧？咁大家都真係要小心。咁我記得以前成日有句英文嘅成語咧，就係話 Seeing is believing，係嘛？咁而家得唔得啊？而家睇到梗係唔得啦，睇到都未為真。咁聽到又點啊？聽到得唔得啊？原來聽到都唔得喎。現時嗰個 AI 技術咧，其實就只需要你好短嘅一個聲音嘅檔案，佢就可以用你聲音檔案咧係講嘢啦。咁我哋亦都有一個真實個案咧，就係涉及我哋嘅立法會議員。咁立法會議員又點咧？就打電話，即係所謂自稱嘅立法會議員，就打電話俾工會嘅理事，就話啊，我係邊個啦咁樣，咁我話約你喺邊度見面啦，就喺呢個立法會對面嘅天橋嗰度見面。咁同埋咧就我有啲公務要做，麻煩你轉錢俾我先啦咁樣。咁結果咧，咁呢位工會理事就去到呢個金鐘嗰度啦，天橋嗰度啦，就等佢啊。咁呢位立法會議員，你大家睇圖片都知邊位啦。等佢，等唔等到人啊？梗係等唔到啦。咁結果5萬蚊亦都損失咗啦。咁其實呢一類嘅騙案咧，唔淨止喺香港發生，喺加拿大咧係有一對夫婦。佢收到咧係自稱仔仔嘅電話，咁就話俾佢聽啊，我唔好彩啊，我架車撞到人啊，我咧而家俾警方係拉咗，俾差人拉咗，咁我係極需要筆錢咧，就去點啊交律師費。咁呢個夫婦一收到咧，呢對年老嘅夫婦一收到咧就好驚啦。咁佢好驚，就喺幾個鐘頭之內咧就即刻去咗銀行，就攞咗一大筆錢出嚟。咁結果咧，佢攞咗錢出嚟咧，就係點啊？退換成比特幣，就交咗俾騙徒。咁佢俾人呃咗呢啲錢，未知嘅喎。其實所涉及嘅錢咧就係港幣12萬。咁呢個12萬嘅數都係大嘅。咁結果要到幾時先知啊？到嗰晚，佢仔仔真係打電話俾佢啦，就問候佢哋啦，咁先知係俾人呃咗12萬。咁所以呢，今時今日一攞起個電話，阿仔打嚟喎，啊我有事喎，我又俾差人拉咗喎，你都真係要撥翻個電話俾佢，或者揾佢，啊係咪真嘅咧？咁樣，咁因為呢啲咧都真係有可能係 AI 造成嘅聲音檔案，係進行一啲詐騙活動。咁其實 AI 嗰個深度偽造技術有幾犀利咧？我有一個短片分享俾大家睇睇。咁呢個片咧，其實我只係用咗3張相，用咗大概20分鐘，咁就已經可以製作到啦。咁大家諗下，即係我咁易都已經可以即係變靚啲，咁又變成第二個人。咁呢個 AI 嘅威力，大家都真係要小心嘅。咁另外一個短片啦，大家認得呢兩位即係國際級嘅名人啦。咁啊，睇下發生咩事。
呢條短片咧就喺特朗普咧佢自己上載咗喺佢社交媒體嘅。咁而新聞報導其實亦都有廣泛報導，咁所以我哋都可以用。咁呢個咧亦都係 AI 深度偽造技術製作出嚟嘅短片。咁所以大家睇到啦，今時今日用 AI 去模仿另外一個人，其實係相當容易嘅一件事，因為嗰個 AI 技術咧已經係非常之成熟嘅。咁除咗模仿第二個人之外咧，當然啦，會有啲咩啊？係用 AI 亦都會帶嚟好多嘅私隱風險。咁私隱風險咧，大家好容易諗到啦。第一個咧就係資料外泄嘅風險。咁喺呢個講座咧，大家會睇到我好多圖片咧，就係我哋同事咧係用 AI 去生成出嚟嘅。咁呢啲圖片大家都可以參考下，睇下生唔生動咧？係唔係都同嗰個題目係即係有關咧？咁第一個風險啦，講翻轉頭啦，就係資料外泄，因為 AI 係好需要好多嘅數據咧去訓練佢嘅。咁去訓練嘅數據咁多，亦都有咁多嘅資料庫，當然黑客就會好想去點樣啊？就會好想去攻擊佢啦，攞你嘅資料啦。咁所以喺今年年初咧，就亦都有一個好出名嘅聊天機械人係發生一個係資料外泄事故。咁佢咧喺今年年初咧，其實佢就容許一啲用戶咧就去選擇佢可唔可以將個聊天內容變成可以被呢啲搜尋引擎係去搜尋。咁有咗呢個功能之後咧，有啲用戶咧佢係話我容許，我准許。咁然後今年7月咧，係有媒體發現咧，有數千條嘅聊天機械人嘅對話係被網上搜尋引擎係揾到。咁部分內容包括名啦、履歷啦、用戶嘅情緒狀況、機密嘅工作內容。咁其實呢個唔係單一喎，呢個其實已經最少第3次，因為喺舊年3月左右咧，一個好出名嘅 C 字頭嘅品牌嘅聊天機械人，亦都係發生資料外泄事故。咁呢個咧其實係同一個品牌。今年咧，亦都係俾人發現佢咧，因為呢個功能咧，佢係令到呢啲資料咧，即係聊天嘅內容咧，係可以喺一個 search 嗰度係揾到。咁大家諗下啦，揾到係咪好恐怖啊？咁其實另一個品牌，一個 G 字頭嘅品牌，最近呢幾日亦都有報道，又係話佢資料外泄。外泄嘅聊天內容咧，嗰啲資訊話有32萬條。32萬條，咁甚至根據報道咧，喺呢啲搜尋嘅內容可以揾到啲咩啊？有用戶向 AI 尋求醫療建議，咁我諗呢個都好常見㗎，大家即係問下個 AI 我有邊度唔舒服，可以食咩藥啊？可以點醫？要求生成安全密碼原來呢個咁都得喎，問個 AI 叫個 AI 生成一啲密碼俾佢，咁甚至有用戶詢問喺實驗室入邊製造毒品，製造毒品。咁亦都有用戶問咧，點樣去攻擊加密貨幣嘅錢包等等。咁呢個係咪都相當恐怖？即係如果你真係嗰個用戶，而你真係問咗 AI 呢啲資訊，你當然唔想俾人知啦，係嘛？咁甚至有啲資訊咧，我覺得都可能係非法嘅嚇。咁但係呢啲咧，現時咧喺嗰個搜尋引擎嗰度可以揾到喎。咁呢個咧就係一個資料外泄嘅風險。咁呢個我會話係一個外在嘅風險，即係譬如話黑客攻入去，或者個系統本身有漏洞。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你向佢提供嘅資料啦。大家要留意喺使用 AI 嘅時候咧，你向佢提供嘅資料去咗邊度㗎？去咗個 server 嗰度，去個伺服器嗰度，咁即係等於你俾到啲嘢去，咁亦都等於嗰啲嘢去咗個大海嗰度。咁呢個咧其實亦都可以構成一個資料外泄嘅風險，因為呢啲資料咧可以由個 AI 咧係提供俾另一個用戶。咁喺呢度我舉咗個例子，喺舊年咧
荷蘭一間診所嘅員工咧，係未經授權將病人嘅醫療數據係輸入去到 AI 聊天機械人入邊。咁呢個得唔得㗎？即係你冇話俾病人聽，你就將佢啲數據輸入去俾聊天機械人。其實呢個唔得㗎喎。香港嘅私隱條例都有講，如果你係要用譬如話客戶嘅數據去訓練人工智能，你係要話俾客戶聽。即係冇話啊，你一定唔可以咁做，但係你要話俾客戶聽，即係客戶要有權，我唔中意啊，我唔想，佢就可以話啊，我唔想你咁樣用我啲資料。咁而我哋睇法咧，就係呢啲醫療數據咧係高度敏感嘅個人資料。咁而喺相關嘅我哋嘅對口單位啦，監管當局收到呢個投訴之後咧，亦都裁定咁樣去分享法咧係違反咗荷蘭嘅私隱條例。咁另一個私隱風險啦，就係資料收集過量。咁呢個根據媒體報道咧，呢個開發 G 字頭嗰個科技公司啦，即係 G 字頭聊天、C 字頭聊天機械人嗰個科技公司，喺訓練呢個聊天機械人嘅時候咧，係竊取咗3000億嘅網上詞彙，係咪好誇張啊？3000億。咁而3000億入邊咧，當然係會包括啲咩？個人資料。咁呢個係咪會有過多一個引成一個私隱嘅風險咧？第三樣嘢啦，就係資料嘅使用。譬如話我做生意嘅，我頭先都講咗啦，你可唔可以隨便用你客戶嘅資料去訓練 AI 啊？咁你收集嘅資料嘅時候，你要話俾你嘅客戶聽。咁另外咧，譬如話我收集嘅資料我係會員制嘅，我係有啲優惠俾佢哋。但係之後我就話我不如用呢啲資料嚟訓練 AI 啦，得唔得啊？呢個你要攞翻相關客戶嘅同意先得喎，亦都唔可以亂嚟喎。咁呢個私隱條例都有規定噶。咁喺呢度我亦都舉咗個例子，喺英國咧就有個科技公司同英國嘅醫療機構合作，就攞咗160萬名病人嘅醫療記錄，去開發一啲偵測呢個腎臟病嘅應用程式。咁原意係相當好嘅，咁但係點啊？佢又冇話俾病人聽啦，又冇攞到佢嘅同意啦，亦都冇俾病人一個退出嘅選項，即係 opt out。咁變咗呢啲病人，唔好忘記佢係160萬，呢啲病人係全部都唔知嘅。咁結果當然啦，事件揭發咗之後，我哋英國嘅對口單位資訊專員辦公室咧，係裁定佢係違反英國嘅私隱條例嘅。咁呢個咧就係喺資料方面咧，亦都係一個好顯著嘅私隱風險。資料嘅準確性啦，有幾多個朋友覺得 AI 都係準嘅？冇人夠膽舉手，太過客氣。其實 AI 咧都真係時不時唔準嘅。咁我相信好多朋友用 AI 嘅時候咧，如果唔係第一條問題，都係第二條問題，就係問下佢我自己係邊個啦咁樣。咁我都嘗試問佢香港嘅私隱專員係邊位咁樣。咁你估 AI 點答啊？我暫時冇呢方面嘅資料。佢有呢方面嘅資料，不過佢答我咧，陳茂波。陳茂波。咁跟住我問佢阿鍾麗玲係邊位？佢話鍾麗玲係台灣嘅一位著名歌星。咁我跟住話你錯了。咁佢秒速好快，真係好快，每秒速即刻答我咩啊？對不起，我錯了。咁你話啦，咁 AI 嘅嘢係咪真係要 check 咧？咁呢度我都舉咗個例子，喺奧地利咧，其實有 AI 聊天機械人咧，就真係差唔多啦。反覆咁俾人問到一位公眾人物嘅出生日期，佢係點啊？反覆地提供一個錯誤嘅答案，即係講嚟講去都係唔啱嘅。咁結果就引致當地咧一個保障資料嘅團體係投訴。咁而開發商就話，因為佢嗰個程式嘅限制，佢哋係冇辦法去更正呢個資料嘅。咁佢只可以做咩啊？佢只可以通過過濾或者封鎖有關嘅查詢，即係個 prompt 啊，
個 prompt 唔俾你問，只可以做到咁。咁但係佢咧就改正唔到相關嘅資料。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咧，其實你用 AI 嘅時候咧，去提供俾你嘅資料都真係要再三去核實。即係你唔好話啊，香港嘅私隱專員係陳茂波咁樣，咁啊真係笑大人哋個口啦，係咪？咁其實我頭先講嘅種種私隱嘅風險咧，就喺我哋私隱條例嚟講咧，都係有規管嘅。我而家喺呢個投射片上高咧，就羅列咗幾個原則啦。就譬如話啊，包括收集資料，我哋係有規定嘅。啊，如果你話啊攞呢個客戶嘅資料去訓練 AI，你係要話俾客戶聽嘅。如果你話啊，我要將舊客戶嘅資料去改變用途，你係需要攞到佢嘅同意。即係換句話講咧，如果你冇咁做咧，你係違反私隱條例嘅規定。咁其實私隱條例都有要求咧，一啲資料使用者係要確保資料嘅準確性啦，同埋個保安方面亦都係要做到位嘅。咁宏觀嚟講咧，其實我哋私隱公署喺2023、2024年咧都做咗2個調查。咁我哋發現咧，喺香港企業嚟講咧，其實香港企業我會覺得一般嚟講咧，佢哋好夠意識嘅喎，即係好聰明啊。其實香港人。香港企業咧覺得喺6種嘅新興科技入邊，生成式 AI 咧係會存在最高嘅私隱風險。咁而係接近70%嘅喺企業咧，即係喺營運入邊有使用 AI 嘅企業咧，佢哋都覺得使用 AI 咧係會帶嚟顯著嘅私隱風險。咁呢個都係一個好高嘅比例，即係70%都知道啊，呢個係有一個私隱風險嘅喎。咁我哋為咗了解 AI 喺香港嘅使用情況啦，同埋佢對個人資料私隱嘅影響，我哋其實喺2023、2024、2025咧，係一共進行咗2次嘅循規審查，審查咗60間機構，即係佢哋點樣用 AI，佢哋用 AI 嘅時候點樣去處理呢啲個人資料，同埋佢哋喺 AI 方面嗰個管治係點樣咧？咁亦都好開心話俾大家聽咧。2次嘅循規審查過程入邊咧，係冇發現違反私隱條例嘅情況。咁其實香港企業咧，我哋留意到咧，都係採取一個比較審慎嘅態度。咁佢哋亦都喺用 AI 嘅時候咧，嗰個保安方面都係做得相當好嘅。咁其實喺我哋嘅調查入邊咧，我哋都發現一個現象咧，就有80%嘅企業咧，係喺日常營運入邊使用 AI，咁呢個比例都相當高嘅，因為顯示到咧，其實喺香港社會嚟講咧，好多企業而家都開始用 AI 啦。咁而甚至咧，有接近90%嘅呢個企業咧，係使用 AI 超過1年。即係換句話講咧，佢哋喺2024年、2023年咁上下咧，已經開始係用 AI 啦。咁而亦都有超過一半嘅企業咧，就係用3個或者以上嘅 AI 系統，即係呢個都好，即係顯示到都好先進啊嚇。咁另外就亦都有一半嘅企業咧，就係喺用 AI 嘅時候咧，係會處理即係收集啦，或者係使用個人資料嘅。咁亦都有一個情況咧，我哋都有問佢，咁你有冇制定或者你有冇計劃制定一啲 AI 安全風險嘅政策啊？咁呢方面咧就做得冇咁好啦，只有係28%話佢哋都已經制定咗一個安全嘅政策，咁而另外27%咧就話有計劃制定。咁呢方面咧就顯示到咧，其實你話叫佢哋制定一啲真係安全嘅政策咧，其實大家都未係做到嘅。